數學3分鐘，風雨不改。今日同大家講下一條同組織唔係組合有關嘅數。咁而家要某個戲劇學會有12名男仔、8名女仔組成。咁如果咧你喺學會裏面揀出5個學生為一隊參加比賽，咁而且咧嗰一隊裏面咧至少有一個女仔嘅喎，咁問你可以組成幾多種唔同嘅隊？咁個 keyword 咧就係咧至少一名女生。咁至少一名女生嘅相反咧係咩咧？就係冇女生啦，冇女生。OK， 咁即係全部男生咯喎，即係你而家有12個男仔揀5個男仔啦，因為你要一個女仔都冇啊嘛。咁佢呢個數就係冇男仔，冇女仔嘅組合嘅總數啦。咁但係原本咧有20個人，12加8係20個人，20個人揀5個出嚟嘅組合咧就係20C5啦，20C5啦，咁總數。咁而家你要至少一名女仔啊嘛，咁所以咧你要同佢減翻冇女仔嘅總數咧，咁呢兩個數嘅差別就係個答案啦。OK， 咁呢度點計啊？我哋條式其實你可以撳計數機啦，兩個都可以撳計數機啦。咁如果你唔用計數機，你就即係可以咁樣做嘅，20乘19乘18乘17乘16，除翻呢5乘4乘3乘2乘1，5嘅意思即係上下都有5行，由20開始乘到去16，慢慢減1，5開始乘，慢慢減1乘到去1。咁但係其實呢個咁複雜，你都要篤機啦，你冇理由約完之後可以心算到呢度噶嘛，係咪？咁減12乘11乘10乘9乘8，1、2、3、4、5個，5乘4乘3乘2乘1，咁4、3、1、12啦，5、2得10啦，咁所以你都可以篤呢一個減呢一個 ，OK。咁當然你呢個2咧，可以咧再同呢個約到啦，得翻個8。呢個3咧，我再同18約到啦，得翻個6。咁即係話19乘6乘17乘8。19乘6乘17乘8，減翻呢個就11乘9乘8，11乘9乘8。咁呢度如果你撳機咁點啊？我都要開翻個計數機撳先。1、
5504。792。14712，answer 係 B 啊 ，B 啊14712。咁啊，再重複一次，大家個程序係點做啊？有啲人話我講嘢太快啦，唉，真係講到咁慢，真係我都瞓着覺啦，差唔多。嗱，12+8。20個人抽5個人就係總人數，即係總組合。你20個人抽5個人嘅總組合。咁因為呢，至少1名女生，你就可以減翻12個男仔，你要抽5個人出嚟，因為要1個女仔都冇，咁呢兩個數相減就係個答案，就係14712。咁呢一篤到出嚟嘅啦。第二個方法，講多個方法俾大家聽下啦，就係話你要至少1名女仔呢，你就分幾個情況。第一個情況就係1個女仔，咁1個女仔呢，就係要8個女仔抽1個。咁你抽完1個，你要抽4個男仔啊嘛，因為5個人做一隊啊嘛，咁啊12C4，咁你要加翻咩啊？加翻2個女仔就8C2。咁2個女仔就當然有3個男仔啦，2+3係等於5啊嘛，就要12個男仔抽3個，如此類推，可以有咩啊？3個女仔，但係得2個男仔，仲有咩啊？4個女仔，1個男仔，仲有咩啊？5個女仔就冇男仔嚇。咁1、2、3、4、5個數加埋呢，你一篤機呢，應該都係計到呢14712嘅，唔信自己篤下啦。咁呢一條有幾多個人答啱呢？就係52%，43條嚟嘅。